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8785个本土病例，这是比顶礼拜日降1.4%。死亡个案有34例，嘛新增加4个囡仔的Miss 4个个案。针对日本要开放自由行，也毋过承认的预防社内底无包括咱的高端预防社。卫福部长施瑞元是表示，各国的边境即马拢在解封，未来毋免搁摕预防社的证明是明显的趋势。日本自10月10日开放自由行，就要提出72点真久的 PCR 阴性证明，或者是做过3剂疫苗的证明。不过因成立的疫苗无包括高端，民众就要家己开至少代表3500做 PCR 采检。卫福部长谢水元讲，日本安尼施做并唔是针对高端，这么真侪国家开放边境，也无要求一定要做疫苗才当入境，应该慢慢大家拢会安尼施做。全世界我们大概收集了71个主要的国家，其中有49个国家，它是不需要说要所谓的疫苗证明才可以进去的，所以这一个会逐渐的变成一个趋势。另外，11个县市公布伫咧24开始做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第一天累计4469人次，真侪许多人担心进前做的疫苗对新变异株的保护力无够，所以第2加第3期对加剂就经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现在 BA4、BA5 很流行，就是传染力很快。那现在唯一能够比较接近的就是 BA1次世代疫苗。隔了1年再打第3剂，主要是为了出国吗？不是为了出国，主要是为了工作。工作的话，感觉没有3剂的话，好像不能入职之类的。因为本土疫情，25是新增加38785例本土个案，比顶礼拜日降1.4%，依然是以新8例8006例上最。确诊个案新增加34例死亡，新增加4例儿童重症，拢是 Miss C， 年纪1岁到12岁，其中12岁查甫囡仔做过2剂疫苗，也是确诊重症。6医诊断疑似 Miss C， 并急性肝炎住院。那目前使用免疫球蛋白等药物治疗。指挥官王必胜讲，最近1礼拜确诊数下降的幅度真细，显示这有可能是伫咧高原期，也阁需要观察接落来几天的情形，才能判断趋势是毋是真正向下行。记者综合报道。若咱入境0+7，上紧伫10月13会实施。国内2万多间防疫旅馆可能就用袂着啊！业者是表示，若是要退场，要转转来做一般的旅馆，就要先准备。所以因是希望中央会当紧讲互明，上好会当提供补助。观光局今嘛是回应讲，会先甲疫情指挥中心讨论煞，会提早伫2礼拜前对外说明。旅客拄离开清洁人员，随日去帮来消毒。作为防疫旅馆，这是一定要做的 SOP， 只是边境将开放，入境0+7最后阶段唔免搁隔离。另一专台24000间防疫旅馆面临退场，也毋过有部分的业者交代，也是唔知要安怎做。针对防疫旅馆要改变的话，那必须要给我们点时间。13号开始的话，我们也希望政府的公文能早一点通知我们。上紧10月13开放边境，烦恼政府配套也无明，防疫旅馆未赴转型，因为除了环境要关守通报卫生局，也爱找回所欠的旅宿能力。中心连接上少也爱半个月，业者烦恼一定有过渡期，希望政府补助。旧的东西稍微做一些更新的话，我想呢，用40个房间来算的话，没有2000万是不可能的。政府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提高这个比例。很多的旅馆它都会造成人力的不足，整个阵痛期可能将近要1个半月到2个月。旅客入境0+7，照新版防疫指引，会当选住伫一般旅馆。万一外国客突然确诊，要安怎处理？敢有打算保留部分防疫旅馆协助确诊者隔离？业者拢唔知要安怎办，只希望细节指引较紧公布。指挥中心会在明天会赶快会来跟我们开会来讨论，业者其实可以在策略上面，或者是说在相关的一些行销作为的上面，或者未来的一些推广作为，可以事先做规划。随着入境检疫放凉，观光局表示，相关配套措施甲指挥中心伫日内讨论了后，会提前2礼拜公布，也建议业者会当有先做准备，恢复本业经营。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起受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水气有较济，尤其伫宜兰花莲是爱细致落大水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早起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雨，过昼水气就会较减少，天气会变较稳定。若西半部嘛转做好天到济云的天气。若过昼了后，伫中南部的山区是落地渐阵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低温是伫23度至25度，北台湾日时的温度会回升，高温伫31度至34度，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拜二到拜四天气上好，各地拢是济云到好天，也毋过拜五开始，东半部、东南部水气会变较济，而且有地渐阵雨，西半部过昼会落西北雨。另外，咱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即马有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形成，伫今仔日有机会会转做轻度的风台库拉，也毋过对咱台湾看起来无直接的影响。咱台湾这几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天气拢无啥稳定。这方面的宜兰雨落甲真粗，昨昏伫台东乡有20多架车掉伫沙洲，救援人员赶紧去救，佫有出动怪手去载一寡掉伫沙洲的民众，加载60多人拢平安。就算天公伯也无到3天，宜兰清水地咧礼拜日游玩游客真济，大家拢兴趣支持。野雨伞嘛要煮温泉卵。受到东北风甲对流云系影响，位伫这方面的宜兰雨一直落，也予清水地咧水串流。另外，台东乡有民众报案看到20多台车，但约有数十个人掉伫溪床。早起佫有一台车，予溪水冲到溪床顶，真危险。外面的民众目前溪水暴涨中哦。麻烦请待在原地，确保自身的安全了。8点50左右，8点50就说他们出不来了，就路边的游客报案了。就烦恼有危险，搜救人员先引导部分20多岁受困民众提往山顶悬的所在，佮协助因用行的上岸。另外，一批有40多名受困民众想要等水退才撤离，也毋过因为安全考虑，消防人员决定先用怪手救援。怪手载着民众慢慢渡过岔路的溪流，总算将所有人拢平安救出来。负责管辖的劳动林管处表示，这个区域并不是管制区，游客进入无特定法则。也毋过官方早有设置危险告示，无建议民众前往佚佗。记者综合报道。那罗罗风台伫昨昏是伫菲律宾登陆，地爽岛透强风落大雨。当地政府宣布，今仔日是停班停课的。另外，伫委内瑞拉大水雨有造成河水涨流，目前已经知影伫当地造成7个人死亡。大西洋第9个热带风暴伊恩是惊向美国的佛州甲古巴，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咧做防灾准备。吕宋岛奎松县沿海地区风头应大，诺如风台25日暗5点半登陆奎松县布里罗岛的布尔迪奥斯市，是今年侵袭菲律宾强度上大的风台。国家气象中心讲，诺如登陆进前上大时速风速1点钟195公里，登陆了有减弱变做175公里。当局取消几60个国内外航班，渡轮停驶，也宣布2日停班停课。吕宋岛主要港口甲地势较低所在做大水，几60人撤离。Evacuation po. Malakas po kasi ang bagyo, nasa tabi lang po kami ng dagat eh. 伫委内瑞拉西部的塔吉拉州瓦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因为大雨溪水满流涨起来，救援人员冒险撩水将受困的人救出来。当局讲，为理光会有40个人伫咧遮自会，一寡信徒伫咧溪内面洗身躯，突然间的大雨溪水涨起来，甲因冲走。山区的地形甲地根不利所救。委内瑞拉今年港口管过平均水准，真侪灾损。Todo muy bien lo conocen, ¿no? Debido pues, al incremento de caudal de manera súbito, como es la quebrada La Potrera. Se llevó un grupo de personas. Hasta este momento han sido extraídos 7 cuerpos. Continuamos la búsqueda de 3 cuerpos más. 热带风暴伊恩探过加勒比海，行向美国佛州甲古巴，佛州当局甲居民是传热弹。That will become a hurricane very soon, certainly within the next 24 hours, and it will likely be a major hurricane very soon. 伊恩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第9个热带风暴，前一个是已经登陆加拿大东部的菲奥纳。伊恩行经过温暖的水系，风力甲风速有期会增强。当局评估伊的强度可能会造成厝损害、树啊凹断、电火条啊倒，甚至可能会做大水。目前已经加强戒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系统发展中心有一个姓彭的技术师涉嫌copy国家的机密事务人员的名册，也佫无人定位机、阳山飞弹、天宫飞弹这机密资料，互发现了后，伊互填权，结果伊佫偷用同事的口座去拆掉家己的档案。这件重大的国安事件，原本是高检署来调查，不过即马因为档案互拆掉，无摘掉，证明讲敢有牵涉机密。全改由桃园的检方依照三都公务电脑罪起诉，一审互判8个月有期徒刑，也佫会当上诉。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过去这3档全国的盗警案确定256件，主要拢集中伫6都，双北市就占204件，占了8成。那22个县市内底有13个县市连续3档拢无任何盗警的案件。来看中国时报。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这礼拜会举行2场的听证会，其中台湾大哥大甲要合并台湾之星引起频谱超过标准的争议，定着会成做听证会焦点。继续关心中秋连假的时，台铁因为灯号歹去，火车慢分，有影响7万多人。经过调查，即马确真是电力的回流系统无平均，也佫有耗资的电线后去所致。经过修理了后，即马已经较无问题啊。不过台铁的产业工会即马是认为讲，即届事故看会出来，拢是因为台铁长期欠卡手，技术传承已经出问题。并高度后一声音一直弹，铁机动，起路也无啥正常。中秋进前，台铁飞弹到园林中间的号志故障，火车伫中秋连假大5点，3天影响7万名旅客。台铁2号公布故障的原因是这个区间电力回流系统无平衡，列车经过时电流产生的干扰波增强，加上号志的电线老化造成抗干扰波的能力衰减，这2种因素造成的。干扰源的部分已经稳定下来，那对于波形的部分，我们再把它修复为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波，那让我们的系统安全可以去辨识这个波，就是有车子跟没有车子。除了事故当时抢修甲修修设备的补强，台铁也去找各区大铁道技术团队来进行相关的重建工程。经过2天的观察了后，干扰源已经稳定真多啊。不过台铁工会认为，这事故后续维修也凸显台铁长期人力不足，也有技术的传承出现问题。如果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向外求援才能够找出问题的话，这不才是台铁最大的问题嘛？人力的部分做盘整，那过去长期不足以及传承没有做清楚的地方，这个才是台铁局在这个事故之中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台铁局特别讲，今年大量导入新车甲电务智慧化启用新设备等等，互原系统负担产生变化，会启动专案的研究，对着电力甲后置系统做整体规划。不过工会批评，将做法显示，台铁甲交通部相关也未清楚，台铁应该做是清点人力，加专业技术留伫台铁，才有法度对根本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3万人。咱同齐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898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是已经超过625万例。日本超过21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7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是超过3500万例，英国超过2300万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滚加2冬外，未少国家即马已经开始咧，甲病毒共存，有开放边境，要开始拼经济，所以嘛小济咧找人才。泰国9月初时就有开放10年的签证申请，那澳洲嘛要解决欠工的问题，所以对今年开始永久的移民人数限制，嘛提悬到195000人。伫咧新冠疫情一直研发出新的疫苗。全世界各国疫情慢慢有降来，正伫甲病毒共存的新冠。因过为了要复苏经济，各行业即马拢欠人，
所以真侪政府为着要吸引人才，想出各种办法。澳洲伫咧这个月举办全国就业加技能峰会，决定到明年6月底会计年度提高永久居留移民的人数上限。 So one of the responses today that we're announcing in response to the skills crisis is that the permanent skilled migration rate for 2022, which had been set at 160,000, the government will now increase that number to 195,000 this financial year. 为了要抢人才，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自9月开始接受外籍人士申请一边10年的居留签证加工作证，而且申请通过的人会当有机场快速通关的服务，也有其他各项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率等福利，希望会当吸引、会当促进贸易加经济增长，或者是专业知识的外籍人才，在未来5年找100万位好业能力强的外籍人士来泰国发展。 J'ai un ami qui m'a créé mon site internet ici gratuitement, un autre ami que j'ai rencontré sur une piste de danse qui m'a créé le logo, une volontaire de ce resort qui était éditrice en Allemagne dans un magazine de finance et qui a corrigé mes articles en anglais. Enfin, c'est vraiment exceptionnel. 新加坡有新的海外网络加专业签证、工作签证，无限人数招募人才，申请的人会当带配偶伫新加坡待5年。 希望会当互全球上赞的人才，无论是伫科学、工程、金融、文化艺术，或者是运动等各界精英，拢会当来新加坡推动国内经济成长。因为日本也伫咧传犹太计划，要吸引高科技加高知识的外籍精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讲，受到高龄少子化影响，日本的总人口一年比一年较少，所以努力伫咧找外籍人士入居日本。 2012年，日本就透过实施积分制，针对外籍的优秀人才，予因生活上的优惠措施。岸田文雄也伫咧17讲，要进行体制改革，并且用高生活水准做特色，吸引人才来日本发展。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 美国连锁的素食业麦当劳，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3间门市，因为战争的关系关起来，也毋过即马已经重新开门做生意。这是战争爆发7个月以来头摆对外营业，也毋过业者即阵敢若开放外送，真侪人客介意滋味，是专工到餐厅的门口去领，若要领，一等嘛要等几若点钟。 支付20重新营业的麦当劳门市，外送提餐口人真多，因为消费者落真侪单，外送平台挡袂了啊，只好先停止接单。先甲手头顶的订单销售线才阁讲，真侪订餐的民众亲像米开罗已经等袂赴啊，规气家己去餐厅的门口等，外送员一摕到餐点，伊就叫伊免送啊，家己来摕，现场就开来食。 Ну это оно. Это прям то, что я ждал вот эти 200 с лишним дней последние. Что самое вино? Ну вино это радость. Вот сам это радость. 7个月前，俄罗斯军队入侵了，因为安全的理由，麦当劳停止伫咧乌克兰所有营运。不过1万多位员工的薪水也是照领。第一波恢复营业的3间门市，只敢若开放外送，无接受现场点餐。 做落来几礼拜，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有更较侪门市会恢复营运，消费者到时会当入去内面食。麦当劳伫咧支付重新开业真受注意，真侪乌克兰人认为这代表国际社会的支持。Мабуть, з якоїсь сторони я рада, що в нас є МАК, а в Росії що його не буде. Нехай буде правда на нашій стороні, і виробники будуть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правду. 麦当劳原本伫咧俄罗斯有850间门市，战争开始了，5月就退出已经经营了32年的市场，甲分店卖互俄罗斯的好野人亚历山大·戈沃尔，伊则阁用米味就是安尼生的新商标，伫6月中重新开幕，已经卖出超过120万的汉堡。伫咧经历供应链问题欠满零族，一个品牌重新塑造等问题了，业者20讲到年底850间门市拢会开店。 Прямо приближаемся по выручке к те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месяца у Макдоналдс. При этом тольк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у нас открыто,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820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а когда мы работали как Макдоналдс в феврале, у нас было 850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И при этом по выручке мы уже прям очень близки к те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у Макдоналдс.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北韩各地因的东边海域射飞弹，南韩是预测讲，这粒应该是 KN-23新型战术的弹道飞弹，会当飞600公里远。这嘛是南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了后，北韩第5届射飞弹。美国海军的雷根号核动力航母群23日到南韩釜山海军基地，准备参加26在日本海附近展开的美韩两军联合演习。北韩25早起，继续为着抗议，在台湾时间早起5点53分左右，在平安北道台川附近向东边的海域发射一粒地定的弹道飞弹。 유엔 안보리 결의에 대한 명백한 위반으로 이를 규탄하며 즉각 중단할 것을 강력히 촉구한다. 南韩谴责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侵蚀，威胁朝鲜半岛甲国际社会和平甲安全，嘛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因为飞弹伫飞行的时阵，最后出现下降的时阵，有扭起来变动飞行路径，和日本甲南韩推测这个发射的是北韩版本的伊斯坎德尔的 KN-23新型战术弹道飞弹。虽然这粒飞弹最后落伫日本的EEZ经济海峡外口，不过日本嘛向北韩提出严正的抗议。 これまでの弾道ミサイル等の度重なる発射も含め、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ます。また、ウクライナへの侵略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立て続けに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てい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这是北韩为6月初5发射8粒地定弹道飞弹了后，隔113天搁一摆发射飞弹，是为南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了后第5届用武力示威，嘛是北韩进前替核武立法以来头一届试射飞弹。暂时，南韩军方观察到北韩海军伫暂停基地先进南道的新浦周围有发射 ALBN 暂射飞弹的征兆，对来继续警戒，嘛加强美国、日本甲南韩的合作应对。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今日国际上抑有甚物大代志？甲向新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动员30万的后备军人投入乌克兰战争，昨一天就3000多人赶紧出国飞去蒙古。来关心意大利举行国会大选，出口民调即嘛是显示，立场是对抗中国友大的党魁梅洛尼，将有希望会成做意大利史上头一个查某总理。 来关心英国首相特拉斯接受 CNN 访问的时，伊是坚定对外表明，讲英国会甲盟友合作，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继续关心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即马搁咧进行，已经有10个友邦替咱台湾发声甲讲话，呼吁爱护台湾参加联合国的体系。也毋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对外表示，自古早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咱的陆委会甲外交部拢批评中国为啥咧黑白讲 ？Why do we not encourage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y, among other things, permit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releva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友邦沈文森吉格瑞纳丁总理用萨福伫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上倡议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以力维护台海和平。本届联大总辩论自20开始，包括圣罗西亚等10个友邦声援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会上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呛声任何阻碍两岸统一决心的人，将互历史交瘁。这会是荷兰国的外交部陆委会会议批评中国扭曲历史事实，暗砍中国最近伫台海野史的作为。中共刻意误导国际社会，对外散布扭曲事实、充满谎言的一个中国原则、历史权利，企图合理化其对台主张作为。我政府对此强烈抗议。台湾议题以外，将做这摆联合国大会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头一摆提起台湾，再次表示一中政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支持海上安全，也支持台海稳定。随着这2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共同的指责之后，其实越来越多国家它开始思考，不愿意在这个受到北京的控制或者是压抑。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不用再在意这个中共的压力。专家分析，去年美国为首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内容，讲敢有包括台湾大致讨论，这互北京一直以来讲法有变动，所以王毅才需要伫联合国会上对此表态。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政治消息来关心选举，选举剩2个月尔，这个政党即马拢在拼场助选。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是去宜兰邮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去新北市徛台，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是替黄珊珊徛台，嘛甲哪力拢骂一轮。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到宜兰为县长参选人江聪英徛台辅选，希望会当为国民党手中摕回县长宝座。蔡英文也特别强调，每年总预算创新高，就是代表民进党执政照顾足侪用心。尤其是照顾咱的囡仔、照顾老人、教育、租厝的补贴，这个款的经费也是历史上上悬。就是讲，咱的政府对咱的社会的照顾是上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新北市为议长蒋经国徛台，虽然新北市长侯友宜先离开，朱侯两个人无共台，也毋过朱立伦也是伫台顶为市长侯友宜辅选，也个批评民进党选举破坏色。民进党啊，这个搞抹黑有抹黑的人才，搞抄袭有抄袭的人才哈。我们国民党只有好好做事情的人才，我们国民党会用这样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不会用这种虚招或者是假招，或者是抹黑招来选举。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为前副市长黄珊珊徛台时批评哪力？人家开玩笑说民进党的选举费用没有上限，手段没有下限的。国民党毕竟还是百年政党，你知道，有一句成语叫什么？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知道超越蓝绿不是消灭蓝绿，而是让蓝绿可以在一个社会当中和谐的共存。郭文哲也讲，过去主办安迪的反应无法度监督，但市长只有高虹安有法度，也有有关民众党新的市长选战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的选战是各界焦点。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最近有先批评朱济要以封杀，也阁压出蒋浩炎的婚外情。但是中伫昨昏是回应表示讲，周玉蔻是独立的，伊无法度干涉伊要讲啥，伊的发言。那周万安是批评陈市长，讲表面上甲伊切割，毋过实际上两个人是偷偷咧合作。另外候选人黄珊珊伫昨昏伊是举行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最近一直批评朱济，一个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的诽谤案件，和老爸伫咧批评，连续叫民进党的参选人陈市长爱表态。陈市长讲，伊无法度干涉周玉蔻讲话内容。蒋万安是批评陈市长，讲周玉蔻不邀请陈市长，责任起自果断一表，讲两个人的交情无其他人比得着。跟周玉蔻交好纵容他的是陈时中，现在要跟他切割的也是陈时中，他们就是表面上要切割，实际上暗地合谋，就这么简单。应该说绿营长期养侧翼，养到变成自走炮，我想他们应该蛮悔不当初的吧。黄珊珊伫咧2月参加网架上福宫重阳敬老活动时阵讲，将会邀请郭文哲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对付拿爸讲陈市长切割周玉蔻，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讲，陈市长即马才装作无啥事是伤慢啦，就敢若是正毒的人，即马想要改已经未化。用这种医疗的名词来做一个炫弄然后来形容一种不存在的一个情况，我想他可能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症候群。我跟周玉蔻一点私交都没有。陈市长重申，伊家己甲周玉蔻的交流，只敢若伫咧政务官就职务时阵说明政策。因若针对日本将要开放自由行，毋过无承认高端疫苗，那被拢甲代志指向陈市长，要求陈市长道歉。毋过陈市长顶多是叫蒋万安，认为伊2年前要求奖励发展国产疫苗的代志提出解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台湾即阵种土豆的农民是哪来哪少？为着要改善产业的环境，嘉义当州有一间土豆观光工厂，最近是引进全台湾头一套土豆打砍扫的设备。行政院苏经厂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昨下报道专工去现场看运作的情形。业者详细说明设备的功能甲流程。这设备是行政为着提升土豆生产品补助进口的。当局全央合作社讲，已经拍土豆按2礼拜时间，伫这个打扫中心只需要工半就会当来完成。他们以往都是在露天所谓的曝晒，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干燥，可以缩短我们干燥的时间，然后节省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作业哈。
这个打扫中心一届打扫时间是36点钟，一档会当处理1152万公斤的土豆，每公斤6000公斤打扫的成本是66090块。农委会表示，土豆打扫了后，搁配合冷链，就较免烦恼的3型黄曲毒素。那比较高湿高热的环境情况之下，避免黄曲毒素的话，这个设备就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效果。这对大众消费者来讲，或是一些食品加工厂来讲，它在使用原物料上面，或是在加工这一块来讲的话，会比较安心。当就产业合作社讲，因为拍土豆真辛苦，所以种土豆的人愈来愈少。希望透过这种设备的普遍化，改善台湾产业种植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噪音影响生活，噪音嘛是台北市去年上接逢检举案件，尤其工程噪音占上多，另外各有车辆造成的交通噪音嘛真严重。不过政府开始用翕声音的翕相咧抓违规了后，即马是发现讲民众申诉的比例嘛有降13%。这是台北市上山区塔油路边看，经过车较少，车速相对较紧，互附近的民众感觉较差。台北市政府伫路边设置声音翕相处理噪音装备，即要经过车互测到车费86分贝，就互罚1800块到3600块。另外，互处理车辆若是发现有改装的情形，也会到警察大队去做检测。110年跟前一年度来比较，民众对于车辆噪音的澄清数大概降了13%。那可见这个地方对民众来说，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成效。由这样做法开始有成效，台北市伫原本的8个固定甲2个移动处地点以外，9月要再增设2个固定的处地点。不过有固定点边仔的骑过民众讲，车看到头前路段竟是把会开较慢的降低车声，不过过了后又开始在做噪音。知道的人他会放慢，不晓得的人还是一样那么快还是警察在执行比较有用。包含交通噪音，特别是政府统计上电的红申诉的噪音污染，也是各种工程的时间。比较多遇到的是夜间的施工，这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施工单位可以尽量的禁止或减少。不过，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噪音的防治设施，或者是时间的控制，甚至和附近居民的沟通，来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当然，台北市政府各局处的各项时间，环保局也建议尽量卖伫暗时时间，避免工程噪音带予市民困扰。记者自鸿报道。那台中是有真侪港嘴，当年嘛拢会不时发生有准者漏油的事件，污染大海。台中市的环保局即马为着要量早阻挡污染，要加强应变，是甲渔民合作，训练渔民用渔船甲水上乌托摆去游索未来发生污染的时，要甲油拢先炸落来。据报，台中双碧渔港内底有船只漏油，渔民赶紧出动渔船甲水上乌托摆来卸炸油索顺利围堵这个污染物。加在这次是演练，台中市有1个上港、6个渔港，也有真有名的高比湿地。根据统计，每年发生1件到3件海洋污染的事件。环保局为了强化应变能力，25决定甲民间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如果船只若有的部分，现在就是要我们舰队这边以我们的整个操作拉燃油手跟燃油绳来做一个初步的不要让那个污染的面积扩大。所有油污染事件、海洋事件都是在气候不佳的条件的时候，所以这一次跟这些民间团体来合作，也来测试在冬天这个季节比较差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动员，怎么来拉燃油所。为了纪念今年的世界海洋日，现场举办净滩的活动，200多位当地民众甲志工，在强烈的海风之下捡粪扫。最后总共清出310公斤的粪扫甲回收物，真侪家长竟然是带囡仔来参加，当作是上好的环保教育。垃圾袋，有垃圾袋，生态环境的一个爱护，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尽一份心力。台中市府讲，每年有几百万海洋的生物受到海洋废弃物所害，包含鱼网甲塑胶粪扫等，有8成海洋粪扫来自陆地，船只漏油更加严重影响生态。官方希望甲民间紧密的合作，共同守护美丽海岸。记者宋华报道。
电风风上头，咱镜头来屏东。伫屏东内部有一个少年家，伊真有效。6当前关官救老爸了后，伊即马是嘛无法度做伤过食力的，也是伤忝头的工课。几啊当前，伊是申请政府的青年创业贷款，甲厝内槟榔园拢甲错掉，甲改做种水耕菜。即马是愈做愈稳定，伊是希望会当有愈来愈侪农民投入，大家做伙甲水耕菜市场做起来。这是屏东内部的水耕菜市农场，负责人就是这个少年家林祖宪。6年前因为爸爸身体无好，回来厝领导做菜市批发。后来甲官关互爸爸了后，袂当做伤粗重的石头，林祖宪就决定来种水耕菜市。像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要搬瓜类啊，它那个一箱都是30斤、50斤。那做这一种工作是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比较没有这么粗重。前面大概1、2年的时间，一直去改进，才做到现在，我不用药，在药病虫害跟不用药之间取一个平衡啊。这个都是斜纹夜盗虫的，这是幼虫啊。万事起头难，林祖宪讲，头一年因为病虫害严重，2个月拢无收成。后来豆豆研究病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到今嘛已经唔免除药啊咯。今年数季拢有稳定的收成，主要拢销对超市、火锅店等等的通路。目前在种的话，你说有量产的、比较有规模的，只有我目前看到是只有我一个啦。种水耕的。对，但我希望说我们要像中部这样，多一点人种，那我们一起组一个产销班，一起去打连锁超市，会比较好进去。林祖宪讲，水耕菜食起来较油嘛较脆，真侪消费者介意，因为成本较悬，市场价值嘛比土耕菜较好。伊希望会当有愈侪农民投入，做伙甲水耕菜的市场做起来。那农民的收入会较好，消费者嘛通食到优质佮清气的菜色。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县政府有举办火龙果评鉴，毋若竞出上甜的、口感上好食的头名，嘛要竞出上重的冠军。结果呢，这2项拢互农民带饮局提记。伊种的火龙果一粒会当达到1000公克以上。伊嘛分享伊用科技的方式来管理果子园的撇步。看到这大坑的红龙果。这是即届摕到屏东县府红龙果评鉴2个冠军的农民蔡金局所种出来的。伊即届除了摕到品质上好的奖，佮种出1060公克的红龙果，摕走上重的奖牌。伊也分享用科技管理果子的经验。跟高雄改良厂合作，用智慧喷灌的方式，然后节水喷灌，然后减少我们就是很多工作量。那因为天气太热了，它这个智慧喷灌是。设定我们是电脑有程式设定，就是在35度C以上，在11点到2点之间。如果湿度小于70的话，它就会自动喷灌。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跟刚刚改良厂配合，我们现在整个系统已经用到赖推播，我只要打10S， 就代表喷10分钟。用赖特使设定时间，佮随时会使掌控作物的状况，有影真方便。无这套系统进前，农民可能袂记得因田或者是储水上久，浪费水。尤其面对囝生少，做田的人愈来愈少，甲农业结合科技，成功又佮准确，这也是未来升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农业已经发展到智慧农业，对，从惯行的传统惯行农法，要提升整个 AI， 连土壤温度、湿度都可以传到手机，随时这个管动式的管理。屏东这届办评鉴，也是鼓励各地农业打拼的农民继续升级农业，种出品质1:1的红龙果，而且也替得奖的红龙果找销路加行销。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去年咱台湾市地种的人口差不多是31万多人，占总人口数的1.34%。毋那人数有当年咧增加，地就是地种的人嘛愈来愈少年。台南柳营的基美病院即马有甲公所合作，同齐推动北欧式的建造。这款活动希望会当培养时代运动的习惯，来延慢老化，预防失智。一透早就看到一群老大人手拿2支拐仔，伊毋是要去爬山，是咧做伙走健做运动。时代对福建师的脚步，大家哪行哪开讲，拢袂无聊。
跟奇美医院一起来，今天的主题是以北欧式健走，带领我们的社区老人如何用健康的方式来做一个健走，然后也做一些基础的一些伸展操的部分的展示。行路做运动是安怎个牙拐仔咧？这就叫做北欧式的走健。根据国外研究，行两支拐仔走健，毋但维持平衡，较袂翘骨，佫会当改善骹头乌、关节疼的问题。规身躯有80%的筋肉拢运动着。这一套的这个健走上的运动，运用在社区的老人或者是说有一些膝关节有一些障碍的老人家，利用这个北欧式的健走上，让他能够在活动上面不会对膝关节的负担太过于沉重。柳营基美病院和公所做伙推动北欧式的走健活动，逐摆拢有治疗师陪这个时代做伙运动。就是希望会当培养社区的时大人平常做运动的习惯，活动筋骨，预防失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022无限影展是用手语即时的字幕，也有口述影像的方式，互身心障碍者嘛会当看电影、听电影。那电影热光非常的男主角黄如雄，嘛有去现场表演家己替电影做的配角。在没有光的世界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甲目睭掩起来，用耳孔听电影，会有啥物款的感受？台北市劳动力中建运用处主办2022无限影展，用手语、即时的字幕甲口述影像的方式，互民众会当体验身心障碍朋友欣赏电影的过程。所以今天办这个活动，它价值是非常高的。这个价值在于我们大家肯定、认同、接纳、理解身障朋友他们的需要。电影《月光飞翔》是一部真实的故事，记录有视力障碍的黄如雄，安怎用10支镜头啊，伫黑暗的世界内底，弹出一首搁一首迷人的乐曲。主办单位今年推出口述影像的版本，希望会当互更较侪身心障碍的朋友同齐来欣赏。因为当一部电影有这个口述影像呢，可以也许比有时候家人朋友跟你描述的还要更清楚，就是尤其在一些没有对白啦、没有台词，只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这些细节能够透过口述影像可以知道得更清楚。2022无限影展，伫10月初7到初9有实体播送的电影场。因应疫情，今年嘛增加线顶的播出时间，10月初10到23，互民众伫厝里就看会到。记者麦松营曾派文台北报道。儿童福利联盟有公布咱国内国中生、高中生才的少年囡仔食食的调查，发现共有35派学生囡仔暗顿拢食外口，另外阁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囡仔是食点心、啉饮料、食四小仔来代替三顿。甲鸡鸡腿饮料当作正顿，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各高中生的饮食习惯，发现囡仔食食无健康的比率真高。可能平常在学校，因为不能上课时间不能出去买饮料，但是有外送以后，可能因为配合社团课或是老师也想喝，就跟学生一起订。疫情开始，又加上越来越多外送的平台可以选择，所以胖了快10公斤左右。根据福联盟调查，高中生上食买是手切茶，另外有3个的青少年按顿拢食外口，其中超过一半是用点心还是饮料代替正顿。这个调查期间是今年3月底至4月底，对象是全台清挂学生。结果显示，超过30个人，每礼拜拢叫2届以上的挂送。福联盟认为，疫情加上学校开放挂送平台，拢增加青少年更较食高油高糖的机会。那这2个东西刚好都是导致肥胖最重要的主因。那如果是高糖的话，基本上可以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满足感，而随之来可能会有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嗜睡的情况发生。营养师表示，教育世界到学校做体位教育的经验，发现台北市学生大口肥的比例较高，建议家长要提醒囡仔避免高油高糖的食物。挂送平台嘛应该主动标示热量、糖分等等资讯，让学生做判断。记者伫个不台北采访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咱台湾体操选手去参加世界体操挑战赛，第巴黎站传回来好消息，其中张家宏伫男子地板项目以14.200分摕到银牌，肖友仁嘛伫男子鞍马项目摕到铜牌。
咱同齐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上尾这条会当讲是无缺点，双手拳头武功压条的体格技强起。台湾体操选手邓家宏伫世界体操挑战赛巴黎站男子地板项目成绩14.200分，摕到银牌。伫颁奖台顶，邓家宏正欢喜地将银牌提起，互大家翕相。咱国体操选手29法国开始50天的集训，第一站的比赛就好成绩。肖玉莲伫咧男子鞍马项目14.350分摕到铜牌，这也是咱国伫咧今年世界杯系列赛前2块奖牌。另外，林冠仪伫咧男子吊环摕到第4名。对手会球挂棒世界队确定摕冠军，边仔队友全部拢走入来庆祝。第5届老挝杯男子网球赛最后一天的比赛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前2天积分4比8落后的世界队，伫咧加拿大选手奥格阿里辛打败塞尔维亚前球王乔科维奇，连续赢到2点单打积分，以10比8逆转反超前。上尾一点也是3盘大战，到上尾抢七大战，世界队10比8逆转胜，积分13比8，摕到第一座老挝杯冠军。这场比赛另外一个焦点是个人摕过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的瑞士传奇球星费德勒，以职业选手最后一战，跟西班牙蛮牛纳达尔搭配相打，不过输球，伊含着目屎感谢所有的人。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Love you all. It'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Thank you, everybody. 这粒曲球，主审刘光判好球，3胜出局。日本籍投手大谷翔平等做这季第200K， 成做日本籍投手第4人。大谷这场比赛投5局等做7K， 顺利摕到这季第14胜，而且伊单季200K 30支home run， 是大联盟史上第1人。上路以红雀42岁普后斯共制杜宾瓦亚3分炮，这个home run是个人第700支，将做大联盟史上第4位700支俱乐部的成员。比赛前已经有698支，伫咧第3局先共制杜宾瓦亚2分炮，另一场共2支到700。双杀的布阵，林志胜打右半边的飞球，很响，右外野方向，哇，这个球出去。也是挑战个人里程碑的是中华职棒味全龙的大师兄林志胜。24项统一赛林志胜炮轰嘟嘟潘威伦，这支里边分数的2分炮是个人第299支，各一支就让到300支。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墨西哥伫9月19日时有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其实伫1985年到2017年伫9月19这天嘛，拢捌发生过大地震，拢刚刚才拄好嘛引起议论。地震的迄天，伫墨西哥市有一批救难犬大学毕业，因经过2个月的训练，未来准备要投入救灾任务。这30只经过救灾训练的狗，由主人带，顺利领到毕业证书，大家做伙翕相，留作纪念，记录这光荣的时刻。跑伫涂骹的尼克斯就是这边的毕业生之一。Nick en sí es muy tranquilo, pero con el curso mejoró mucho su estado de ánimo. Le encanta venir a este tipo de cursos. Se pone muy alegre cuando venimos a clases. 这30只拄毕业的救灾狗，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第一批结婚的救灾狗。经过2个月训练，已经会让家己通过正滑的空间，行超过35公尺，伫咧地震或者是其他自然灾害了后，追踪并且查询调伫咧灾区现场的人，所以因的情绪要正稳定定着。Obviamente son perros que tienen que estar trabajándose para que vayan lo más tranquilo posible en estos ejercicios. Obviamente ya el segundo nivel que tienen estos perros es el descenso ya con una persona. 墨西哥是伫咧太平洋火环带，常常发生地震。就伫这款救灾狗毕业的这天，墨西哥又搁发生规模7.6的浅层地震，也是墨西哥史上第3遍伫919这天发生大地震。2017年的919大地震对墨西哥市造成正大的伤害，几落百人不幸死亡。迄当阵就对各地调派救灾狗来斗相共找人。这30只毕业生，还会当选择更加进一步的课程，成做真正专业的救灾狗。伫灾后的黄金救援时间，负担重要的责任。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
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歌剧电影，伊推出到今已经有35档，这出真情的音乐剧摕过真侪奖项，全世界嘛有上亿人看过。不过，这出上长获收的音乐剧，因为疫情的关系，伫明年2月伫纽约演出上尾1场了后，就要收煞。听到这熟悉的曲调，描述剧作家甲女高音的激情乱曲。这出戏《歌剧魅影》的故事是出自1919年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夫的同名小说。故事是讲一个生做正歹看、电力黄着面的天才作曲家，伫咧巴黎歌剧院爱着一位女高音克里斯汀为伊创作乐曲。英国的剧作家韦伯将故事改编成做音乐剧。1986年伫咧英国伦敦首映，2年了看海到美国纽约演出，同年度摕到安东尼最佳音乐剧奖，一共导演甲男女演员等奖。歌剧《魅影》自1988年开始就成做百老汇固定的戏，除了音乐歌曲好听，奢华的舞台也有服装设计，也是伊的特色。每年吸引全世界乐迷专工到纽约来看这出戏。首映18年了，创百老汇史上演出上久的音乐剧纪录，是百老汇迄当阵的大代志。We're out here and not back there, so. Can I tell him a secret? Michael's never seen i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疫情发生了，包括歌剧《魅影》在内现场音乐剧的票房拢受严重的影响。剧院业百因为疫情严重，关超过18个月。歌剧《魅影》首演到即马已经满35周年，敢若是伫咧百老汇演出就超过13500外场，看过的人有到1900万人。同时也改编成做17种语言，伫全世界180外城市巡回演出超过7万外场。百老汇伫咧疫情有较疏解了，重新开门。经典的大戏包括《芝加哥狮子王》《哈密尔顿》，票房拢袂歹。不过歌剧《魅影》是起起落落，上尾也选择华丽收场，上长寿的音乐剧换做演了27档的《芝加哥》来接。不过歌剧《魅影》的乐声，会互剧迷永远怀念。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际能源计划直直大起，寒天特别到位啊！真侪国家即马是带咧等。咱来看日本这个高人，伊用太阳能煮饭，用太阳能板发电，已经10档拢毋捌纳过电费钱啊！咱来看伊是安怎做的。东京的泥部艺术家藤井千佳子正传要食中昼，伫咧阳台顶用太阳热力烘出来三文鱼，熟度拄拄好。要若煮饭加烘过两锅，爱用更加强的热力，就用这种圆筒形的太阳能灶。香锅炊饭都煮好，也阁烧烧庆烟。藤井这种拢无用到电，唔免纳电池，能源独立的日子已经过10档啊。始めたきっかけは2011年の東日本大震災がきっかけで。計画停電が何回かあってで、いきなりこう何時間か電気のない電気切られちゃう生活っていうのを体験して、ちょっと自分でやっぱり電気を備え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なと思ってパネル1セット設置してもらいました。那好天时阵，太阳能板平均一工会当产生1000瓦的电，会当使用有限的电器，暗时电费开几落工。那落雨天无日头，就骑发电脚踏车10分钟，产生差不多10瓦的电，会当互一粒电火球到3点钟。厝内也无洗衫机、冷气机加吸尘机，洗衫用环保的清洁剂，也阁用手炉。要食沙拉用这种手洗脱水器，手工垃圾顶头放一个灰矮的灰干，就会当煮食。四季拢会当看到伊的生活智慧。藤井伊这台细台冰箱，依然是靠太阳能板所接的电池来供电。不过伊今年已经62岁啊，就会考虑到未来体力也变歹，使用率甲少年时阵袂比的问题。但是伊正乐观来讲，甲10年前比，日本公共电力已经有更加侪永续日能的选择。就算未来比赛重新依靠商业电网，也是希望用太阳能煮食，尽量维持家己的理念。ソーラークッキングはやっぱ美味しいし、で本当にガス代も電気代もかからないので、しかも災害時にもね使えるので、これはもうずっと、やっていきたいですし、さらにね工夫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公司新闻时会中朋友。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早起伫北部、东北部水汽会较济，若过到了后，天气就变较稳定。西半部会转做好天到济云，明仔拜二到拜四天气上好上稳定，各地拢是济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是24度至33度。